對新竹來嘅人工人邱良慶阿慶，去年第1推出抗議專設土卡阿哥是拿到金球獎認為嘅肯定。今日係同編劇製作人戴獎，共下組成愛卡樂樂團來打造聽獎抗議專設快卡跳。這條歌曲做下係搖滾風格，連抒情嘅情歌做下係唱到真強快，我們大家來聽到更加自由就豐富嘅聲音。Meet you, meet you, I meet you， 有暗道，暗道給暗歌，愛上愛每一個，生命嘅味道。下巴meet you聽起來同英文 Miss You 應該唱，I meet you 從係係電前面繼續講唔清嘅思念，但本以為情歌如唱到鬼強快。因為我媽媽常常會跟我講說，希望我做比較輕快的。因為他在市場裡面聽啊，然後其實輕快也可以讓人心情比較放鬆。其實你在比較快樂啦。董夢涵從係阿慶閨蜜的身份，編曲出題吉他的旋律，和今日的太中小提琴按豐富的聲，會表現夢涵淒慘的感覺。比如說像都會的一個上班族啦。或者說包括我自己，然後或者我們在做音樂的一些在表演裡面的有一些心得，然後我就把它全部寫在這個裡面。愛家你發現也係台灣後生兒，明明他唔是英文，也係韓國話，還可以過好聽美國、韓國的流行音樂，所以戴勇啲編曲家下就加入了外國的流行音樂元素。推出快下跳一種強舞曲風格的專輯，希望向韓國多年來認識客家的流行音樂。不算是把客家文化整個磨滅掉，但是我們要做一個衝擊，做一個新的不一樣的嘗試。所以在對我來講，這方面來說，我算是一個新的元素這樣裝進來。因為就像我覺得客家小孩也會長大，對，他長大，如果說長大以後他在聽。他接觸的不只是客家音樂而已，不只是客家文，他會跟這一個都會做一個融合。條一種專輯土下阿哥係小嘅一家韓式家下啲祖輩的身份，愛大家聽到而家鄉嘅聲。韓國一種快下跳，強用係今日嘅客家文化元素，唔過韓國隻圈都是客家人的身份。一個客家字體讀到一個唔係客家式的編曲人，跟相互冇相同嘅創作想法加強下。呈現出韓國豐富的客家音樂。客家新聞發給上陳欣怡特別報道。